早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7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来看，伫今日半暝1点左右，伫屏东新园乡盐埔渔港有2只渔船熊熊着火，消防队接到通报，出动22台车，总共40位消防员去现场拍火，加在火灾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 伫今日半暝1点03分，有民众报案，伫盐埔渔港发生火灾。消防员到现场了后，发现有2只渔船着火，大火将规只船烧了了。经过4点多钟的抢救，大火伫5点46分才完全拍花。详细着火原因，人员嘛正在调查。 刷来关心，昨药师公会举办40周年会庆，总统蔡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个卫福部长陈时中拢有出席，感谢药师伫疫情期间支持喙癌徛命者，而且发现即届南中国喙癌的事件。另外，陈时中嘛对美猪相关的议题回应，强调未来会争取预算协助地方做稽查。 政府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地方争议无停。对一寡县市坚持袂当验出3肉精，地方自治条例敢有甲食安法冲突？但是中强调，这是中央法律规范的范围，会继续甲地方沟通。依法上面再是全国统一的4项，那还是要根据中央的法规来定。那不过这我们还是要先沟通，这样才是一个中央跟地方合作的方式。 验过美国猪肉进口稽查的机会要对倒来，地方政府反映的人力甲经费问题。但是中回应，若具体查核计划出来了，会向行政院争取预算，代志较紧急会尽快处理。 要增加的人力，或是查验相关的这些可能需要的费用，那我们会跟行政院这边来争取这相关的费用。政府本来在这样的一个分担上面就有一定的情况、一定的项目，就有一定的分摊的比例。那当然这种比较紧急情况，我们当然会从宽的来处理这相关的事情。 药师公会催谷案40周年会庆，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甲陈时中拢有到场。3个人致辞时阵拢感谢，因为药师的注意，才让中国喙癌男性命这代志被逼出来。前几天，我们发生了一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就是中国制的口罩混充。那也是在新北市的药师公会第一个时间通报后呢，我们立刻进行后续的追查。 蔡英文学老药师成为守护民众用药安全的第一线人员，也搁协助喙癌性命者，真正是更替药师。另外，团工除了家己的喙癌以外，也搁另外一间喙癌国家队也把大量进口非医疗用的喙癌，但是中讲调查结果差不多过2礼拜就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到政府要放令美国猪肉和牛肉进口，引起各界讨论。卫福部长陈时中嘛特别说明相关的开放细节，其中美国猪北来部位药剂的莱克多巴胺标准定0.04 ppm 是比国际标准更加严格。政府放令进口美国猪肉甲牛肉，其中猪肉各部位的莱克多巴胺进磅的量甲标准，大家拢真关心。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身说明。 猪的筋肉、胃、肠、心脏等等会当食的部位，拢是0.01 ppm。遐若肝甲腰子是0.04 ppm。药剂的标准是比国际标准要更加严格。大部分的国家都高于0.09了高于等于0.09，那我们定0.04。那这是特别考虑到。 坐月子的时候，那我们国人的饮食的习惯 ，ADI 上面就变成是61%，从89%降到61%。把猪肝甲腰子烫过了后，就去炒。女性做月来的时阵，先在食到猪肝甲腰子，一概就是半副至1副的量。因为安尼，进口美国猪肉放凉了后，敢会造成食到莱克多巴胺的量超磅的问题，嘛引起大家的关心。 坐月子的产妇呢，她的身体的脆弱程度是比一般人脆弱12倍以上的，还是吃新鲜的猪肝跟腰子会比较好一点。内脏除了毒性会比较高之外，然后再来呢，它是用冷冻的，它就会纤维化，它毛细孔会变大，然后吃起来煮起来根本就不能吃。做未来的机构建议讲，猪肝甲腰子要是爱食青的较好。因若美国牛肉，卫福部表示，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开放进口年龄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 因若原本袂当进口的头壳骨、脑、目睭等等高风险的产品，是依其原本的规定。
迄若农委会进前预告的动物用禁药修正法案，要引起大家质疑。另外，敢是要开放台湾的饲料使用莱克多巴胺？诸位当家中，阁一概强调讲，国内未核准使用莱克多巴胺，目前相关的公告按算会伫咧初七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北内部位的说明，卫福部嘛宣布，明年开始只要有卖猪肉的所在，包括大卖场、菜市仔、餐厅、路边摊，拢爱注明猪肉的产地。大部分的业者拢赞成这项规定，不过嘛有人烦恼开放美国猪生理会受到影响。甲桌顶的猪肉讲咧，再搁用手捏出一粒一粒的讲完。卫福部长陈时中初5早起宣布，为明年新历1月初1开始，任何有猪肉的食品拢爱标示产地，包括卤肉饭、贡丸汤嘛爱标示。其中全台湾供应贡丸上侪地区新竹，大部分卖贡丸的业者拢表示赞成。因为我们正宗的西猪贡丸虽然都是用本土骡子肉制作，但是美猪开放之后呢，但也会担心说民众啊，对于说贡丸使用的一个猪肉的来源啊，就是进口的还是说本土的，然后这个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销售。就算没有这个标示，我们会要求就是政府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对。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清楚的标示，然后区别不同的引用哪边的猪肉，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去选择，这是很重要的。来到新竹的城隍庙口，加油店内底的肉丸加加咧，内底的红糟猪肉，还佫有边仔的贡丸汤，互人看落是腹肚叽咕叫。民众表示，未来伫咧买物件食的时阵，一定拢会注意猪肉的来源。台湾的猪肉也吃起来比较有甜味啦，比较安心。因为我们台湾所谓的养猪场都很有信心啦，我是认为是台湾最好。我未来在买东西的话，可能我会注意看有没有标示这样子，对啊，比较安心。对，比较安心。台湾目前本土的猪肉批发的价格是1公斤100至110块，等价格较低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入来的时阵，做食的业者若是选择降低成本，互消费者失去信心，恐惊相关猪肉的餐饮业者拢会受到袂少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疫情方面的消息，咱台湾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确诊，有一个是菲律宾籍的移工，另外一个是台湾的女性。另外，嘉利公司谈中国籍翠暗指挥中心原本讲，民众会当去4大超商和全联等通路换货，即马佫改讲，敢会当伫健保特约的药局和卫生局换翠暗。国内阁增加2个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初5日头说明，按19日是菲律宾移工，初3入境时阵无症状，到机场了后采检送集中检疫所。确诊了后，共班机9位旅客列居家隔离对象。按19日是本国籍的女性，6个去印尼工作，初4转来进前就已经有拍卡像流鼻水加鼻无鼻的症状。入境后，他有主动告知这个症状，包括一位在同行返国的同事1人，还有同班机前后2排的座位的旅客2人哈，所以这3人列为这个居家隔离对象。翠安国家队的嘉利科技涉嫌输入中国翠安，含伫咧10名侪翠安内面。疫情指挥中心本来公布4大超商加全联等通路拢会当替换，这嘛是改做只个人伫健保的特约药房加卫生所换。最是第一天换时阵，总共回收超过53万片，其中新北49万7千多片，占92%上多。另外，宜兰甲台北嘛有。未来在这一次换货所耗费，就是去换掉的那个新口罩的，以及药师服务费用，我们会循法律途径来向嘉利公司进行求偿。团讲有另外一间业者要揽中国翠安，指挥中心讲检调已经介入，行政调查会伫咧2礼拜内有结果。因若以后翠安买每片拢有标示的规划，指挥中心正伫咧研究，讲全台湾351台翠安机。印尼的莲娜全部拢换，差不多要1个月。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嘉利科技这个案件，检调单位伫因新北市八里区的工厂，找到70多万的中国制造毋是医疗用的翠暗，也有800多万的新台票。根据了解，嘉利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林明进伫昨全部认罪，落尾检察官裁定以350万交保。侦查不公开，我什么都不能说。
涉嫌甲中国制作的非医疗型试验，南伫咧台湾生命剂试验市场的嘉利科技负责人林明正，经过检调贴面的精神，找5透早交保了，2便起8日的工厂，正低调回应讲无委屈，也讲会开始接受民众的退货，就赶紧离开。今天可以开始退货了哈，请各位放心，退货的部分我们不会耽误到各位，我们一定会全负责哈。为着要侦办嘉利科技罪案案件，崔世涵检调去嘉利伫咧8日的工厂仓库顶上的所在，早早6点钟查扣75万片中国非医疗用水烟，一个新台票800多万的现金。林明正找5透早被移送树林地检署复讯，伊伫侦查庭全部认罪，最后检方裁定交保。被告林明进则涉嫌为诈欺等罪嫌呐，那因犯罪嫌疑重大。那目前研判尚无羁押之必要预支具保新台币350万元。虽然国家对名声拍歹，经济部长王美花讲，随时已经派人去所有接受征约的厂商了解状况。其实大家也都做得很好，但是为了让大家放心，所以我们还是在到国家队每一家公平起见，我们每一家都再去看一遍。那我们的了解是其实这个是嘉利是非常少数的个案啦。对外界质疑政府的防备机制相办，王美花解释讲，嘉利伫3月自中国进口有 MIT 计标签的水烟时阵，海关是当场查到，不过因为无禁止非医疗用的水烟进口，所以最近的调查国部会研究更加严格进口水烟流向管理机制。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有看什么大代志。头先是自由时报，台中一名姓张好业头家查甫囝指控互一个姓地女性骗钱，伊讲家己是国际红姨玉皇大帝阿姊，以国父的灵要投胎来做孙仔，这种讲法，伫短短5个月就骗走3700万，后来长势女准发现通骗，提起告诉。继续是联合报，考试院专事部宣布，军公教人员退休金的提拨费率，为明年开始调悬1%，分3年慢慢调，到2023年会调悬到15%。退休军公教团体怀疑，即阵加纳敢有法度顺利领到钱，认为应该爱先召开公听会。上尾是中国时报，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行政管理计算局要求联邦政府各机构伫9月2日之前提供所有和中国相关的资金详细数目。这次的资金审查，嘛是美中比拼的上新动作，带来美国可能有更较侪制裁中国的行动。再来看，中国最近一直伫太平洋扩大势力。咱国友邦秘书总统雷蒙解锁最近致函予美国的国防部长，邀请美军伫北流设联合基地，而且定期使用，暗示中国破坏区域稳定。另外，美国白宫顾问欧布莱恩嘛点名中国积极干涉美国的选举。中国最近一直伫咧太平洋扩张势力。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顶礼拜去咱国友邦帛琉访问，批评中国的行动破坏地区的稳定甲和平。帛琉总统雷蒙解锁伫尾亚是相配邀请美军伫帛琉建设联合军事基地，定期使用。批内虽然无点名中国，不过讲破坏区域稳定的人想要利用帛琉，因为疫情陷入经济危机，找机会。早期是由美国来托管，然后独立出来的。可是就是说，在国防上还是这个依靠美国。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用帛琉其实有点要取代菲律宾。美国觉得杜特地可能是个不太可靠的这个伙伴。学者分析，美国若是伫咧帛琉设军事基地，会强化西太平洋第2岛链的防卫。未来会当抵抗中国伫咧南太平洋的影响力，因为帛琉是咱邦交国，甲美军的交流机会可能会当增加。另外，美国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讲，伫干涉美国总统大选的外国国家内面，中国规模上大、上积极。And we've made it a red lin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o the Russians, to the Iranians, and others that haven't been publicly disclosed. That anyone who tries to anyone that attempts to interfere with American elections will face extraordinary consequences.
欧布莱恩讲，讲中国嘅交往方式可能是过去4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上大的失败。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愈来愈严重。自中国最近对香港嘅做法，对台湾的霸凌，会让看到中国嘅恶行。伊相信美国嘅盟友会得到美国嘅卡步，就亲像俄州甲华为同款，真侪国家即马离中国愈来愈远。北京对中国嘅发言，也是这边大选的联盟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到，伫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伫当地时间9月7日暗时，表出街头示威，抗议非洲的查甫普鲁德，敢若因为警察执法过度，就安尼无命。非洲的市长华伦认定这个案有种族歧视，甲7个警察停职。纽约州西部罗彻斯特市拜五暗时有100外的示威者去街仔路，要替今年41岁非裔的男性普鲁德讨公道。警方用广播甲因警告无效，所以用催泪瓦斯甲因驱离。Our state attorney general Letitia James convene a grand jury now, not 6 months from now, not 5 weeks from now, but now. 伫非裔罗彻斯特市长华伦，甲这件代志定做种族歧视的行为了后。而且，甲7个警察停职，展开调查。罗彻斯特市专门依附警察出勤权益的团体出面消停，因表示，这警察拢是照标准作业流程来执法。It's used in a case in a situation where an individual is spitting. They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go off script, say, and to do different things. They have to follow exactly the way they're trained. 根据法医的报告，普鲁德死亡的原因是受到外口约束的力量，所以未喘气引起并发症。不过，由外号做天使定的违法药啊，引起急性中毒，嘛是致使伊死亡的原因。根据3月份案件发生的时阵，掠到伊的影片，普鲁德跪伫涂骹，双手扣手铐，规分尸烫白体。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普鲁德甲警方讲伊有新冠病毒，警方随伊挂面罩。画面嘛显示，普鲁德去用压伫涂骹，过程当中是愈来愈激动，无偌久就失去意识。警方随伊送病院，不过1礼拜了后不幸来过往。家属表示，警方最近才公开这个画面，这个案件才互大家知影。记者综合报道。电讯消息，今年休热，就袂少人会去台东坐热气球。即马伫台中的石冈啊，嘛缀即个风潮。今年请热气球业者来试办，学者就讲，台中爱加强在地特色，嘛爱结合产业做伙使观光，才会当创造久长的观光路。热气球豆豆升起哩，为空中看，下底就是台中石冈山下的景致。若为地面看，热气球气枪把飞起伫空中了后，民众是化工看起来有够水。为着看热气球，伫台中石冈头一届升空，不少民众为半暝就开始伫遐等。下班就冲过来了。为什么要来台中？因为台东的太远了。11点。昨天晚上11点。对。从基隆几点出发？吃完饭就出发了。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测试开始，2天分3场，一场开放100个人，用锁啊固定热气球，让民众来体验。因为温度甲气流都要相对稳定，所以选伫个透早甲尾仔嘛升空。咱若主办单位石冈区公所估计，一场差不多去运5000人次，观光的效应也是感觉真乐观。我们在整个看怎么来做整个计划，我们会再来做后续的检讨。然后如果说明年有机会的话，看如何的把它扩大办理。区长表示，即届先用3个热气球来试看卖，互民众用无同款的角度来认捌台中山城。咱若甲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来比，台中是伫西半部，交通较方便，气流嘛相对较稳定。接落来会演绎扩大举办，咱若专家是认为讲，应该要加强甲在地连接甲特色。你不是第一的话，你可能就要创造出自己的特色啊。那我想来到台中的话，主办单位跟这一些合作伙伴就要开始去把这个地方的特色把它结合上来。学者指出，对热气球的观光效应是感觉真乐观，不过应该要加强甲台中在地的元素来做连接，还有产业的合作，创造属于台中的热气球嘉年华，有家己的特色，吸引在地观光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活水湖最近因为才发生有人渡水的意外，县政府即阵禁止民众一个人落去受水，嘛透过办其他水上运动，毋忘推广海洋教育，和活水湖有新的发展。台东县热气球节
空中活动的项目刚结束，县府随规划推动利用活水湖的水上活动，由教育处办理海洋运动的推广计划，邀请各校的学生甲家长来学独木舟，练习唔惊水。会不会很难啊？有一点。教练教完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再怕，就是掉下去。当玩水的恐惧、亲水的恐惧降低了，我们再来从事基础的水域运动，就会比较容易入手。台东县活水湖因为外包经营的团队提出，为了水域的安全，今年全部禁止民众家己来耍水。县府讲，活水湖有1.5公里长，并不是要摕来做游泳池，会定禁止的措施是要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要若团体或者是学校提出安全的计划来推动水上活动，县府是会同意。未来还佫会转型甲森林公园来合作发展观光。它是一个滞洪池，它不是一个泳池。那未来是不是针对活水湖，我们可以做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利用？我想我们县府责无旁贷。台东县长姚庆玲找5专工去体验独木舟伫活水湖的安全性。姚庆玲讲，明年会制定活水湖更较详细的利用甲安全的规范，提供水上教育，而且全力推动水上运动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全台湾只有3台观测水崩山的行动车，其中1台伫这2天会伫高雄科学瀑布港的瀑布馆展示。瀑布馆希望透过甲水土保持局的合作，让民众了解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天山天气，地准西南风的卫星信号。水保局研发第3台全台湾只敢若3台，讲是土石流 SNG 车的土石流观测车。但即马无风台，唔免出任务，到高雄科工馆展示。有卫星，然后还有雨量计和那个摄影机。在今年都还没有台风来的时候，让后面的这个行动式的土石流观测车，它可以来到博物馆，然后让民众看到真实的土石流观测的仪器怎么运作，跟我们的人员怎么执行，这个机制是怎么运作的。风台内若是有发陆上警报，土石流观测车就会出动，到各站设区边啊就定位，甲卫星天气、摄影机甲尿壶桶也存到6公尺悬，较袂互物件遭到干扰观测。观测员则个派简单的土石流观测器到国家顶楼的所在，放蓝色的土壤含水量计，加白色的尿壶桶，佮利用黄色的地声检测器听土石震动的声音。就当通知水保局爱发布什么顶级的境界。平常就看不到这些要怎么样去检测，对，但是这次还蛮特别，有这样的机会去可以看到怎么样去检测土石流，不然通常就只有在新闻看到最后的结果而已。国立科学工艺瀑布馆讲，对这边甲水保局合作，除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观测设备甲土石流有经济济进步。也希望民众让更加了解水土保持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第4届台湾国际人权雅典开幕，今年议题和医疗人权也有国际移动有关系，让同齐来欣赏国内外精彩作品。马拉利亚侵袭非洲大陆几60年，是甲医疗知识药物处理无容易，也是甲历史一个国际政经局势有关系。电影《帝国余孽》讲出医病、社会阶级、国际局势等几个层面互相牵制，是今年台湾国际人权雅典开幕片。它能够让我们在对于这些议题的理解上，有更多在感受上，还有在思考上不同的一个层次。那这是我们希望透过电影可以做到的，那让这些议题的讨论不再只是教条式的一种意识形态。我是好员工，我不会逃跑。对于越南来台湾工作，无想到讲将变做人生的终点站。电影讲列庆治处在自社会真实案件，讲移工可能面临的剥削、劳动保障不平等等现象。移民、移工还有难民的相关议题，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紧张关系，是在讨论 citizenship 跟 human rights 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第4届台湾国际人权雅典开幕，今年除了转型正义以外，也推出医疗人权加国际移动2大专题，希望以国内外14部作品，提供更加多元的角度，让民众更加了解人权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做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5度；华东地区上低23度，上悬35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晴，咱再会。工厂的女工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大功臣，但是有偌济人知影因背后的辛苦。好戏值得你斟酌来欣赏，互咱就女工有关的角度来看因安怎改变运命，创造奇迹。这礼拜你出来啦，咱来讨论一下，我要让你较早升组长。9月初6至9月27，逐礼拜日暗时8点，奇迹的女儿就伫公司台语台。一心戏剧团头一摆挑战同性的感情，演出汉爱地刘欣甲东宪的段秀情，是由龙祖文担任导演。来看双跳小生孙时培、孙时颖突破传统，演出下性别互相意爱、上界单纯的感情。报道大舞台段秀。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网仔哥哥。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一寡我的网仔亲情，今仔日要讲的是全世界种类上介济的动物——汤拖。这像诶，汤拖汉字写作汤拖，罗马字写作特昂糖、特瓦拖。糖第5条，拖第7条。世界上已经发现的糖拖，早就超过100万种啊！因是一种无梁骨，身躯分做头、胸、腹3节，有6支脚、虎眼，甲一对触角的动物。住伫咱厝内的糖拖，常在会看到的有。1点钟会当飞40公里。是个达秒钟震动300摆的好神，头长去佫会使活1礼拜，上侪人会惊，佫讨厌会加纸。全世界看来上大的汤拖之一，到遐伊会使拖震动比伊的体重佫较重1400倍的物件。总爱食叉头，定伫落雨进前出现的白虾。还佫有会甲人加咱目睭看无啥会到的目屎。咱厝内有饲猫仔、狗仔，爱特别注意的家走。咱认为嘛为着利益，饲一寡汤拖，亲像饲芳会当卖灭；饲淡仔，伊若吐淡仔丝，会当摕来做衫裤、被、保养品等等。淡仔嘛叫做牛仔。俗语讲救虫唔通救人，这是一句咧怨叹的话，意思是讲人有时会忘恩背义，要救人较输咧救虫。佫有一句热气仔话讲：好神指眼眼壳，砍头砍面，砍头砍面就是头面拢砍掉咧，看无头前。
要讲人足讲唔知是我的意思。溜、通拖、复眼、触角、好神、加爪、高遐。